歡迎大家再次返到嚟 AMWG 啊 Zenith 真力士咧，今年慶祝佢哋嘅品牌創立160週年。為咗慶祝呢個咁特別嘅日子咧，今年 Zenith 咧一次過推出4款特別版嘅160週年腕錶。Zenith 嘅故事咧起源於19世紀中葉，地點咧係位於瑞士一個小鎮 Lübeck。當時有一位9歲嘅小朋友叫做 Joseph Farah， 佢喺呢一個年紀入邊已經投入於呢個關於手錶嘅工業，同埋置身喺呢個手錶工匠嘅環境之中。佢喺1863年，大約係佢20歲左右啦，佢就認識咗佢嘅太太。當時佢哋兩個志趣相投，亦都對鐘錶咧感到非常之有興趣嘅。最終佢哋兩個人集資啦，喺2年之後，1865年咧就開始咗 Zenith 呢一間手錶嘅鐘錶鋪啦。嗰陣時嘅製錶業咧，好多都係以獨立嘅模式去生產做基礎嘅，意思係指咧當時好多工場咧只係獨立製作某幾件零件嘅啫，然之後集合好多零件或者機芯之後咧就組裝成一隻手錶。咁 Zenith 嘅創辦人 George Farah Jacob 咧，佢嘅目光咧好長遠嘅，佢係想將手錶每一個零件由設計啦，去到生產甚至完成咧，都喺一個同一個屋檐下進行嘅。就喺1898年咧，佢哋推出咗佢哋嘅第一款自家機芯，就命名為 Zenith。甚至喺幾年之後咧，1911年咧，就將呢一個機芯嘅名字咧，就變成呢個品牌個名 Zenith 啦。而 Zenith 呢一個品牌喺1900年咧，喺手錶界入邊咧，獲取咗好多唔同嘅獎項嘅，特別係喺美學同埋科技上面啦，因而令呢個品牌咧聞名於世界各地。咁咧，以前喺生產手錶行業咧都有好多比賽，例如一個好出名嘅天文台精密計算儀器比賽。Zenith 由當時至今咧已經攞咗超過2000個獎項噶啦，而呢啲獎項咧大多數都係一啲精密計時嘅獎項嚟嘅。就連勞力士以前嘅地通拿款式都曾經用過 Zenith 嘅計時機芯，大家就知道 Zenith 嘅機芯咧係有幾可靠啦。喺1969年 Zenith 嘅自家製機芯 Apple Mirror 誕生啦，振頻每小時為36000次，而且能精確計時到1/10秒。呢一個計時機芯咧，簡直喺手錶界入邊咧翻開咗一個新嘅一頁，甚至對現時嘅鐘錶界咧都影響深遠嘅。一提到呢一個機芯咧，基本上冇人係唔識嘅。更值得一提嘅咧就係 Zenith 嘅 Pilot 款式咧，見證咗人類嘅飛行夢想。追溯翻喺1888年啦，喺人類首次飛行之前咧 ，Zenith 嘅創辦人咧註冊咗 Pilot 呢一個商標。正正亦都係呢一個原因咧，其實大家唔會見到其他品牌喺個手錶面上面咧寫住 Pilot 呢一個字嘅，只有 Zenith 先可以做到。例如大家好熟悉嘅 IWC Pilot 款式啦，你哋都唔會見到佢喺手錶錶面上面咧寫住 Pilot 呢一個系列嘅。所以由於註冊商標嘅關係啦，你只會喺 Zenith 嘅手錶上面見到 Pilot 呢一個字嘅啫。而就喺今年160週年咧 ，Zenith 就一次過推出咗4隻特別版嘅手錶嚟慶祝佢哋160週年紀念嘅。第一隻我哋要介紹嘅咧就係 Pilot 款式啦。機芯方面咧就用咗全新嘅 Apple Mirror 3652機芯，係一個機械嘅自動機芯，有大日曆同埋 Flyback 嘅功能。更有一個專利嘅機制啊，喺大日曆嘅跳動到下一日咧，只係需要少於0.03秒嘅啫，亦即係我哋所講嘅日曆瞬間跳動啊。第二隻我哋要介紹嘅160週年紀念腕錶咧，係 Zenith 嘅 Defy Skyline。Defy 系列咧一直都被譽為係大膽同埋前衛嘅設計。呢一個系列嘅手錶咧都被譽為結構鞏固同埋穩定嘅手錶款式嚟嘅。機芯用咗佢哋嘅自家王牌機芯 Apple Mirror 3600，計時精準到去1/10秒，而且可以儲能60小時。第三款要介紹嘅就係 Chronomaster Sport 啦，但係咧其實都唔需要多介紹噶啦。當你諗起 Zenith 嘅計時手錶咧，都會諗起呢一個設計嘅，就係一個錶面上面有3個小圈重疊嘅設計，亦都係一個辨識度好高嘅錶面佈局設計啦。而機芯方面咧，都係用咗同樣嘅 Apple Mirror 3600機芯。嚟到最後啦，要重點介紹一個全新嘅系列 GFJ， 就係呢一隻 GFJ 系列手錶啦。咁 GFJ 呢3個字咧，就係 Zenith 嘅創辦人 George Farah Jacob。
呢一隻手錶嘅賣點咧係一個叫做完美嘅細節啊，無論喺錶面上同埋錶底機芯嘅設計咧都係有關聯嘅。品牌創辦人由建立 Zenith 呢一個品牌嗰陣咧，都一直追求住做一隻完美嘅手錶嘅。而呢一隻手錶嘅外在同埋內在咧，都堪稱得上係完美嘅。講翻喺20世紀中葉啦，呢一個年代咧係精密計時嘅黃金時期嚟嘅。而當時 Zenith 為咗呢啲計時賽事咧，就建立咗一個機芯叫做135。而喺嗰個年代咧，呢個135機芯咧係獲獎無數，得過好多個天文台大獎嘅。而今次 Zenith 喺呢個 GFJ 系列嘅手錶上面咧，將呢一個135嘅機芯咧重新復活，根據翻原版135嘅機芯佈局啦，重新製作一個新嘅機芯出嚟，就用喺呢一隻手錶上面。手錶振頻為2.5 Hz， 特大嘅把輪配設有調節嘅螺絲，寶機式游絲同埋雙箭頭型嘅調節器，動力儲存咧達72小時嘅，而且一個手動嘅機芯嚟嘅。手錶嘅直徑咧係39mm， 而手錶嘅材質咧用咗鉑金950，錶面材質嘅中間部分咧用咗青金石，而小秒針細圈部分咧就用咗貝母面。留意翻手錶錶面嘅刻度同埋機芯嘅 pattern 咧，其實就係 Zenith 呢間廠嘅建築物嘅外牆設計嚟嘅，亦都係對呢個屹立咗160年嘅建築物啦，同埋創辦人 GFJ 先生致敬嘅。呢4隻手錶咧都係限量發售嘅，每一隻推出嘅數目咧係160隻，每一隻嘅底蓋後面咧都刻有自己嘅限量 number。另外咧，如果成 set 購買嘅話咧，可以選擇成套相同嘅號碼嘅，而且係優先選擇。特別一提啊，如果成套購買咧 Zenith 係會送上一個特製嘅木盒嘅。所以 Zenith 今次推出呢4款限量嘅手錶咧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誠意嘅。3隻用咗新嘅藍陶瓷材質，加上一隻用咗全新嘅復古135機芯，可以話係 Zenith 呢一個品牌咧向前又踏出咗一個新嘅大步啊！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關於呢4隻手錶嘅朋友咧，可以親自去到你附近嘅專門店啦，又或者裝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聯絡我哋可以幫你安排去專門店度觀賞呢4隻咁特別、咁出色嘅手錶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介紹住咁多先啦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時亦都 join 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啦，我哋會定時有唔同嘅品牌活動嘅。下一次我哋會再同大家介紹 Zenith 其他款式嘅手錶。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啦。如果你有任何 Zenith 嘅手錶咧，歡迎喺我哋 Facebook group 度分享一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